大家好些，马莎国家乐意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澤偉。大家好，我係晶晶。好。哎呦，做乜嘅？今日做帥哥啊？冇啦，冇看過機器戰警啊，咩啦？嚟講，你都冇準備哦。準備乜㗎？都行足來冇準備，風暗太咧。哦。哦，做風菜。你阿叫嘢咧，行足嘅九江風。啊，東北季風愛吹咧啦。係啊。係啊，9月9重陽酒。竟係冇準備，風暗太。嚇？腳哪冇亂嘛？我讓你做一下。好。做得做嗎？做得。你不打我。有套書哦，九江風都啲哦。係啦，講到九江風嗬，如果講到新竹，一聽佢講啊，就係啲新竹人咧，會例如按樣應該風，好嚟做食材，比如講米粉啊、脆粉啊、起餅啊，大部分都係用嚟係東北季風嘅時節嚟做嘅食材。啊，我啲咧，我做米粉。咩？啊？嘅係魯香咧。誒，你要食海桑咧，好冇？海桑唔係海桑風乾嘅東西，最有名的新竹係乜嘢？啊，唔係吧？烏蘭。哎呦，叮咚，錯哦。叫咩硬河？當然唔但搶烏魚子來，還搶到烏魚子香山的王子來，搶得出來好嗎？好。分享喜之後，我們的烏魚小王子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哎呀，我恢復正常了哈。哎呦，很厲害哦！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沒禮貌，怎麼先看烏魚子？先看王子，好不好？王子，哇，氣質不一樣哈！來，王子你好。對，這美人魚的媽媽。我們眼睛還是一直在看這裡。來試一下哈。你係你帶來嘅烏魚子哈，來，錯。烏魚子應該蠻鮮的嘛。有辦法。所以要菜頭啊，要酸的啊，不過今邊吼菜頭冇準備啦，準備酸的。好，我們就不客氣咯，好不好？照來講應該是要這麼大片。等一下有。等一下有啊！王子講話我們不可以這樣哈，來，試一下。你做咩就窮人愛超來超應該做唔到。做得嘛？做得。要慢慢講，沒關係。到8時到烏魚子的時候，恭喜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恭喜好。什麼樣的機緣下開始做的？你應該說你一開始之前是做什麼工作？一開始像念書、工作、當兵都在台北。在台北。那就是畢業以後就很自然的就在台北討生活。你做的工作是什麼？我是做產險的風險管理專員。哦，對於你當中人嚟講，喺客家莊人嚟講，太家會講按呢工作就是坐辦公室啊，很棒的一個工作。有冇有機會轉過來做以前冇經驗的，譬如說烏魚子，怎麼會有機會轉做烏魚子，變成烏魚子達人了？其實是家裡的一個爸爸的一個事業啦。對，我們是民國75年到新竹香山這邊的海埔地。那一開始是養哈公，那就是什麼？你剛講的是客語嗎？洞長啊，哈公哎，哈公。然後呢？後來就是接觸到烏魚子養殖這一塊的技術輔導，那差不多也是從民國80年開始，就一直做到現在，將近快30年。哇，30年的時間，就是爸爸，然後慢慢這樣做下來嘛。對。那你自己接手這個家裡的事業多久的時間？差5年多。每一場哈5年的時間。今天帶來這麼棒的食材，就是好好的做菜咯，好不好？操，第一，操，你是不是等這句很久？所以我等一下接下來都要問你說操唔操，你就要說操或唔操。操。做 demo， 你知道做 demo 就是可不可以？然後如果你真的講不出來，你就說做得。做得或做不得。OK， 所以今日我嚟做料理咧，創
炒。好来，神磊走马该第一道菜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第一道做的是绍兴醉虾跟那个酒烧乌鱼子，他们两个的双拼。双拼啊！哇，哎，果然王子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客语请翻一次。王子一出手，手地入啊么？来，夹夹走。来开始哈。当然呢，来先讲乌鱼子哈，因为乌鱼子算起来係大家。譬如讲人家公园啊，讲我买我选呢，我们还是要教大家基本上怎么挑选乌鱼子，好不好？一般乌鱼子来讲，我们的话就会挑它的外形跟色泽。外形尽量就是对称，就是不要大小差太多。就是以这一块来讲，对称，然后不要大小差太多。色泽均匀，不要说有的比较深绿啊，有的黄啊，有的红啊，这样子青一块，像被家暴一样，这样不太好。你还爱先做嘛改？我们其中一个是绍兴醉虾，你要先做哪一个？先做虾子，因为我们需要等待的时间，然后再来做乌鱼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火了吗？嘿，对，好，这里有一锅热水。好，你自己本身就会做料理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对，就是料理这种事情交给下人去做。因为他是王子，害我吓一跳。然后我自己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很容易被植入晶片吗？其实我就是下人。他喜欢你要吓什么？不要，你喜欢吓人。没有，哎呀，不要讲。我们只做给心爱的人吃啊。那我们走吧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在这15分钟内让大家我们变成他心爱的人。就15分钟就好了。对，来。你喜欢看什么表演？我们可以。你才是吓人吧？你怎么这样也能吃？你也为了吃，你也不择手段了你。好，你雷梦神切西片哈。那我们是要先把柠檬虾一起放下去，还有盐巴，还有盐巴。切西片是什么？切四片啊。你听成什么？你要先放盐还是先放虾？还是先放它？一大匙的盐。好，一大匙。大概抓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太闹了。煮菜哈，刚才你龙黑梦不用下鱼，然后有下工不用下鱼，下工有细锅，有挑它的那个肠泥吗？不用，是不是？就是基本上新鲜的话就不担心。对，跟不用下鱼砂锅。不用雷梦来上，应该就会让虾子的腥味去除。那我们大概要烫多久的时间？基本上就是它变红，你看现在水滚了，那虾子也红了，就代表就熟了。那我要把火关起来吗？对。然后呢？不然先盖起来好了。盖起来。对。焖个1分钟。好，焖1分钟。好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做的是那个调味料。好。那因为是醉虾嘛，所以就是除了虾，当然就是要有酒喽。好，今天准备绍兴酒是大概200克。200克，对，好，然后混合搭配5汤匙的鱼露。5汤匙的鱼露哦。可是像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害怕鱼露的味道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？鱼露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提味而已啊。那如果说比较讲究的话，我们这个调味料也可以加枸杞或者是当归，放在里面。这就是很像醉鸡的做法。对，好。龙咖，你热的下去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最好是有冰块可以，就是冰。好，要再搅拌一下，对不对？其实醉虾的部分目前为止是 OK 的，然后放冰块下去。对。所以就係日本嘅常識來講，就係水煮滾個冰到9度，還係講入時間就拌起來拌20分鐘，以上，好，摸球冰来冰块。接下来要料理我们的乌鱼子，把这个棉绳的部分先切掉。对。哇。高粱酒的话，会比较，只要类似就是涂抹在上面。以前啊，細嘅時間，我爸爸以為用嚟噴水的那個噴槍，炒，用嘅酒，高粱酒，和摸球米酒，跟米酒下嘅，噴一噴，整個噴一噴後，我爸爸會拿到個牙絲爐當個，
开水火慢慢破一嗨听听嘿，我们煮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就帮它翻个面。翻个面。那因为刚刚你放了差不多1杯哦，这1杯大概多少的量？我们是取乌鱼子大概1/4重量就，那这样一片是150克，一半大概80。那所以我们要烧到就是煮到干。哦，对煮到干。所以今天介绍的做法其实是相对比较简单，然后不会失误的方法。因为我们只要煮到干就可以收，就可以收，就是可以拿起来切，然后放凉准备切这样子。所以你要慢慢烧比较中小火来煮。好，用什么酒去煮它，就配什么酒，这样子味道会比较一致的口感跟那个口腔里的味道是比因为较搭的。在料理来讲，它有所谓一个结婚的概念。对，你的食材跟你的饮料怎么去做一个搭配，然后看是他们是要相辅相成，还是说有一点对比，但是又把彼此的优点勾出来。那刚刚讲到的方法就是一个比较类似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要搭配蒜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它的凉度够了吗？还是你要纸巾吗？还是夹子？好。是啊，按你嘅富五轮啊，虽然佢嘅价是下高，不过也係因為佢嘅供动到，就是它的价钱会比较高一点，是因为它的那个我们工序实在是很多。是。韩国大批其实也是要看天吃饭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让它日晒呀，这些工序非常的繁杂。王子的吃法都好大气哦。因为他吃的就像我们吃豆腐一样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产地的吃法就是比较这样子。对。中南部半桌的话，乌鱼子都是切斜的、薄薄的，整片吗？整片这样上，就这样吃啊？对，一个人就半片。一个人半片？对。就是我们产地的做法都会比较好卖，比较好卖哦。那以前中南部的朋友结婚，我只有礼去，太可惜了。你下次就知道你要人也要到，好不好？不然你就很讲鸡半片不给回礼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装盘了，对不对？含油啊，龙嘎哈，冰镇的绍兴醉虾也准备要组装了。嘿。感觉是金砖哦，一层一层的叠上去。哈。好，这样嘛，简单，有。王子的爱心来了哈，那些王子哈，丢弃了。我们请下人帮你用客语来介绍，好吧？不用担心，好，来，美丽的下人。好，今日听下来是绍兴子哈贡就是物件送品来了。这个时间阿婆讲的谢丽凤哈，谢丽凤不是雪中红哦，她不是雪中红，要唱歌。来，好记讲加油讲多了哈，用叫记，用叫，吓我一跳。你们炒饭的时候要炒到那个饭粒啊，到最后它自己会跳，它自己会跳，表示那个水分就已经是几乎要收干，对，炒就可以了。那就是东后时的炒饭，哎，你看看新搞太改哦。
双拼，要攀走上有哎，谢谢王子。感觉到你们家里来吃料理了啊，好扎实的口感跟不粘牙。哎，跟我们出发哦。我还在慢慢食几个香味。乌鱼子出来你听听的是，你我说实话，当然每一个人吃东西的感觉或要求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按后的食材，按后的乌鱼子，其实需要慢慢的品尝。我常常这样子觉得哈，那一小口乌鱼子，再配上这个蒜，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而且是口齿留香。你实使食几个下讲？真嘅，我发现，哎，因为阿家来香港按短的时间，杨爸，冬天哦。好甜哦。对啊，阿哥头先食过，你系无温暖啊，这个是你系下讲脆脆的哎，。这好甜哦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因为老多讲，你是粉钟，你是半点钟听听，嘿，吼，可以有这么好的口感。当然啦，可能比如讲不用半夜，不用硬硬，米头很那么香，但是这样已经很好吃了。果然是王子，没有，太客气了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不要顾吃，酒酱风来了。哦，来我讲，这边呢，那叫港凤啊，嘿，然后也会煮出脆口来嘞。哎呦，那这个才会主食。御厨好不好？介绍王子要配御厨。对，希望他可以到王子家里好好的做几道乌鱼子料理，好吗？唱个出来。好，你来到场，你比你准备阿兵哥。阿兵哥。哎呀，欢迎阿兵哥，来。哎，哎呦，哎，拜见王子。王子好。阿斌师傅好。是。吼，给他乌鱼子蒸饮的后生，给大家随便做简单的料理，这就是王子的料理嘛。哈，王子非常帅气的就做好了这个我们的绍兴醉虾，我们吃了都醉了。接下来你可以让我们醉吗？我们要介绍你去他那边当御厨，好好表现一下。好，做对哈，用给他乌鱼子来做嘛，给他剔一头菜。佢用乌鱼子来加了的雪菜、雪里红，来做了乌鱼子雪菜炒饭。哇，你真的很强，唔上后呢。哎呀吃掉前菜之后都要吃炒饭。吃饱啊，吃饱。来，欢迎他用满洲。乌鱼子雪菜炒饭哈，雪菜出来，你这些时间阿婆讲的谢丽凤哈，谢丽凤不是雪中红哦，她不是雪中红，要唱歌哦。哎，谢丽凤，因为Andy 用乌鱼子来搭配来雪里红还蛮适合。雪里红单纯来炒饭哈，Andy 适合。好，你用咪特别想要用雪里红。因为吼，伊用佢有一点点甘甜样，其實有啲苦啦，係啊，苦甘，苦甘樣嘢，後尾配了要配了烏魚子哦，要鹹，之前我講上次炒飯啊，會用了鹹樣嘢。哦，代替像鹹魚嘅味高級，還有了枸杞，係咧配隻色啦。配色哦，嘉英有問講雪里紅用白粥，雪里紅意思從嗰種做呀鹹菜樣嘅，講啊，你都染啊，吼，切的好，冇事誒，做鹹菜是對嘅啦，係呢種雪里紅咪要少切的做得樣嘅。啊，比例呢？比例有幾多？16:1，係不用染，露樣嘅做得咧。其實講那種做鹹菜可能係不用時間好長，雪里紅哦，就是不用兩日，兩日是做得熟的。所以看到看起嗆樣樣凍醬，但是記得我講，還有滷凍到染我洗以前挑下我個先切的，還有把佢浸過水，浸下水，浸下水，冇會中鹹。我喺好奇講，加有講到咧吼，用枸杞，用枸，嚇我一跳。用枸杞，為什麼特別要放枸杞在這裡？佢係不用配嘅，雖然講要嗆嘅，一定要有風嘅，講要嗆要風啊，容易配色，佢吃落咪好健康。聽要講到咧雪菜，有一點點糊多樣嘅，啊，有甜的大葉味道，還有兩個從頭來講，食東西啊，又鹹然後甜，有鹹才有甜啊。對，烏魚子係鹹樣嘅，誒，但係出來咧炒盤啊，佢啊綜合起來。
我们吃东西有咸才会有甜，有甜才能吃出咸，这就像人生一样。好开心。切你也不因此爱的那个切哈，好切切的。迄讲用乌鱼子来炒饭呐，大部分人会讲啊，如果炒得太熟，佢要散点么，也係講，佢比如特別要切佢太切，也係講用白線來處理。因為會散脱，所以應該你要分兩擺來處理。分兩擺啊？係，講是要講用飯處理了嘅烏魚子咧，伊啲用個酒嚟燒，我哋係用煎蛋，要煎，先那個煎呢。哦。干煎嗎？係，先變到好，放嗰啲白度。让是冰落去拍，迄讲你自己是假是动油咧油脂的，所以应该唔是冰，落油啊。你今日家出门都充电的吼，我讲有等于我讲，你一般来自家来食乌鱼子，自家来摆在时间，都会讲太熟，除非散的口感不对，所以炒饭的时候更是，因为你要不停的在翻炒，要做2次的处理出炒饭。所以应该你用你也会先那个小个煎过。煎不去香来，好先那个料起来，等下再炒了的雪里红啊、炒卵啊，那个炒袂好的时间，后背长到了一直冰落去，搅的样子嘞。好，应该系讲我下入烤箱做的生溶派嘅么？没做的，但是吼，你用煎的，其实没有点容易哦。嘿，其實食到你烏魚子咧香味啊，你都放嗰啲味道。嘿，莫做得混佢，嘿，你烏魚到啲味先煎，好煎好來，佢咧放佢係屬於咧烏魚子嘅香味。但係啲係油嘛，嗬，哦。好，你而家看到嗰個要變色咧，變色咧，變色咧，開始先那個料起來，先料起來。你也放個喺佢嘅位置香味，你咧會變到油，越嫩吼係當會做啲油，所以你就油。好，就要越嫩把佢變下去。嫩先變下去，因為番茄底咧炒啲係嫩啊，一定係炒香嘅，炒半叫起泡，你看炒起泡，讓你上會香。王子，你听得出来主厨刚说什么吗？他说炒蛋的时候要怎么样？起泡是什么意思？炒到起泡啊，对，要起泡。好，弄一些暖成炒了又起泡了，就炒到起泡了，就把好雪里放下去。雪里凤放下去。当然啦，看这个的设计图，是不用这个的量，吼，第一大白讲的。好，下去跟蛋一起拌炒。那你是看有是等后色的哈？是酱。那之后雪里红懂厉害，迄尽量慢煮，加米越煮越香。之前喺呢個芹菜啊，呢個東西哈，緊炒會緊香。那個要盤用下去，我會盤哈。它枸杞凍，對腸胃非常好，所以吃這個雪里紅對腸胃很消化，然後幫助消化，然後又幫助營養吸收，然後再配上我們的烏魚子。飯就炒到又炒熱，又炒燒了，又炒到哈。一粒，又黏到嘅吼，小狗啦，叫嘅，用散來，好，好弄，枸杞不用下去，你有泡過水嘛？唔是，照，好了，因為你用炒盤是水薑有水，用到水後，等於它會斑斑，炒，先用下，那你又用到調味料，用到鹽，好，鹽提味，半夜梅頭出來，啱冇？好，樣到咧。還用一啲胡椒，黑胡椒嗎？大概不胡椒。好一啲調油，好。哇，今年洗出凍醬嚟呢。係啊。嗱，看哪個倒好咧？好。呢啲是做得咧，可以下色。你節目嗬，介紹凍到嘅炒飯嗬。
炒饭炒拢用白大概到太家大白都讲，粒粒分明嘛，炒到炒早早，来相便宜以前的地好搞好多的时间。还有一个，你们听一下哦，你们炒饭的时候要炒到那个饭粒啊，到最后它自己会跳，它自己会跳，表示那个水分就已经是几乎要收干，对，炒就可以了。那就是东后时的炒饭，你看看新搞太改哦，那如果饭没有跳要怎么办？志豪，那就要继续炒。我要他讲冷笑话。然后他要讲把它拖出去。你会怎样？你说什么？把它拖出去。哦，没有，我以为你会说我要自己跳。好，大家炒好了哈。差不多咧，应该来冰下去。哦，用鱼子冰下去。鱼子炒个炒一下。分起来位置的梅头哈，让它混哈，融合到用它。就嘅半解半兩解梅頭撈盤搭瓊下。搭瓊下。現在師傅就是要把烏魚子的味道跟炒飯的，還有雪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。好，面產到做得咧。好，差不多做得哈。盤到啲位度。好，這樣而已。來，空絲哈。哦。那粒子哈，得到糖果，伊应该你王子带个暗豆的乌鱼子啊，白酱酱啊，变到糖果样子，哦，安内煮做好嘞，哇，看起来当简单，中央给发含的当果贵耶，安懂吗？该乌鱼子雪菜炒饭来。烫的还是汤的还是冷的？请作答。他说冷的，对，要走凉拌，做凉拌的，要走凉拌的。就觉得王子真的在听话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害怕。他说拖下去斩。因为用在你在背，你看，你杀一背样子。哦呀，好高级哦！王子为了你，看有没有高级？平常我们可是都这样抓着吃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是吗？可以吃了吗？请用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王子陛下，吓死我，刚都不敢动。你这搞真是都唔会讲话。我当中，年30是都年初5的乌鱼子，就是每天都在吃乌鱼子的感觉，好好吃哦。哎，你先咬开嘅乌鱼子啊。一粒一粒的，知道吗？这个棒饭跟这个饭粒的口感还同样呢。然后再配上雪里红那个很清脆跟清爽的那个味道，好厉害哦！韩國咧盤地度轉進入咧烏蘭嘅香味，韓國嘅肉質就同下融合在一起的。好食饭呢，想要像王子的生面，那种乜嘅面？因为做咧天使细面，做咧西式的，一半看你看到意大利面，还用摩拳龙的面条，用咧天使细面来做。做天使细面，跟底部还有干嘛干？用乌鱼子海鲜天使细面。哎呦，好吧，名的先过关，因为有天使有王子，这样子算过关。不过内容版型要看一下。好，来走。
乌鱼子海鲜天使细面，汤迄轮呢用炒的，用煮的，也系烫的，也系冷的，请作答。哎，今日做从凉面要紧啦。海参两个像王子在这边，我就狐假虎威。我其实应该不会讲，唔会讲啊，唔会讲快点讲啊。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意思吗？我说我今天因为你在关系，所以我就有点狐假虎威，我就一直在逼迫他。我问他说，那个海鲜天使细面是炒的，还是烫的，还是汤的，还是冷的？请作答。他说冷的。对，哎，要做凉拌。做凉拌的，嘿，做凉拌的，就觉得王子真是在听话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害怕。他说拖下去炸，哦，开始眼神，所以冷面就对了。哎，做冷的，那你哎用煮的，那你是不是涂了意大利面？你还天使细面那。他讲了系蚝油的，市场来讲是了面线，然后样系蚝油的面。最后煮嘅意大利面。为时间咪好食，然后配到海参啊，你啊虾公啊，吼，有了手干啊。其实你村老，你系乌鱼子吼，好朋友啊，个笋啊、令狗啊。哎，对耶，算系好朋友。你刚刚有偷看我们在做第一道菜吗？没啊，一点没看到。主厨啊，对呀，他会配的。对哈，我忘记这件事了。其实应该唔是来讲，哎，物个主食材哈，你配物个东西哦，其实有一定的规矩啦，哎，一定要注意。另个吼，加主厨讲，另个老乌鱼子咩当皮盒，你讲係唔可以用另個，係用菜條做的嘛？要講梨葉，哦，梨未做的，但是菜條其他吼有辣，係後尾辣，所以佢係浇水，沖水啊，沖個冷水咁樣。等下你哋用滾水小個，哦，這個係重工吼，好。把佢嚟切咧蒜，好，蒜呢？蒜你咪切切片，哈，切油油咁樣。停下咪佢用滾水嚟去沖嘅。佢咧都是講你配魚子啊，咧都吼蒜做得上色啊，但是咪記得用滾水小個本去浸一下，冇是用冰水浸一下，佢會好切。就覺得一切，哎，海參，吼，有啲蝦公，同樣吼切細塊的吼，細塊，讓你。師傅，你係蝦公啊，係用蝦仁，還是用那個蝦子？蝦公咧，你係自家包，你看佢咧效果豐豐嘅，你係咪自己嘅沖到糖度嘅哈？係天使紅蝦。哇，永安吼，當然啦，烏魚子就要配最好的頂級食材。你係蝦其實伊咪。有對個日式料理啊，佢咪係做咧上色嘅啊，咧上色佢做得，佢記得蝦公牛好凍甜，哦，有咧手乾呢，手乾呢，切的，師傅上次就這樣嘢啊，煮咧手乾呢，為了我背嘅皮薄添嘛，不過其實今日。東西有時候要吃它的原形，所以摸薄體咪唔怕哈。係摸薄體咪唔怕。其實會流皮嘅啊，是好摸氣嘅。伊好摸氣就咪流皮。你係講一般嘅啲吼，那凍氣啊，那切到啲皮唔會流脫，這樣子凍氣，係唔氣嘅吼，是會皮會流脫。好，啥來做乜嘅？等下我來煮了嘅麵，後面來切了嘅烏魚子。我愛先撈了切嘅東西啊，全部先切的準備好樣嘅。咪芎藥吼，切一塊樣嘅。師傅，我感覺志豪啊，凍齡俊啲嘅抗疫料理誒，係啊，我跟哎對，有發現。他病嘅咱哦，咱你家講豆腐蝦用慢病，其實會病好多的，而成本啊你嘅麵吼有點鹹面，最簡單嘅方式啊，是講你講從新竹啊，加到新竹料一定要先買共產桶，共產桶，共產桶咧浸桶啊，去到浸桶會強悍樣嘅，
炒过憨哦，总咧嘟嘟吼，所以咧水吼一定会好憨掉，所以煮面会姜味落去，因为这个渗透压的关系。嘿，因为你等下还好煮好，像了细面你还会变到变水你袂煮，所以你可以是煮了的面哦，会本伊效果好憨掉。你变面的时间吼，会让因甜甜的。哦，那就变下去。你系讲喺度搞咧面，你系讲，你个系贵把哦变下去的这啲啊，其实都会硬穷下，系咧面都会硬穷下，所以你天使细面哈，朱家人阿斌师傅有讲哈，除非其实很好熟，就像你的面线控用，其实对我来讲想要煮意大利面入门的朋友，所以用那个天使细面。好，你看面差不多煮。啲啊硬硬是应该你是总得进去变伊，你啊好，系，红圆的是应该是稍好搅搅的，啊，我看一下，其实做咧吼，那一条面条来，伊来看啦，伊咧其实咪产到有熟了，一般来讲好处的里面是会剥一条看，伊会含有一点点泡泡样音，嘿，懂我含有一点点泡泡样音是做的咧。迄个做像样凉面，所以等下你总得吼面落去了起来是冰电，冰电机含有它的含有温有啊，它会持续的加热，会越来越熟哈。古时候讲爱冰咯，变水地好，一定会落去冰到变水地白度。所以它冷却还维持给面的 Q 2哈。稍微搅搅的。好。要撩起来嘛？系，等下来撩起来。你讲你讲做了的，吼步骤的时间啦，一定会杀手的。嘿，个浪咧是做得撩起来啦，没做得。准备变太久啊，加个冰硬。真头水底袂度真长久，系没做得真长久。杀人还没杂落嘅，杀两因都是做得咧。嘿，迄底下伊可以是可能先煮了海产啊，吼，是总咧煮了面咧，是打水是打熟的。伊应该就是用，伊再无去等下是咧杀了的海产，遐都是做得咧。跟人生的调椒嘛。好啊，就水本去滚，伊咪就先调了椒。应该你讲。简单的讲，你咪用了的，吼，你的柚子醋、苹果醋，好，你再算用哈。你还嘛个？柚子醋，哎，柚子醋，比例是多少？苹果醋，好，苹果醋。一般你醋了的油的比例啊，系1比3。哦，1比3，系1比3，遐蒜是系1，啊，油是会变到3，系用橄榄油。蒜是用到2种。其实会用伊做某可能的梅头啦，一般会做蛋肠伊只梅头，没做得嘿。拉么？拉，差不多嘞，用一点燃。好。师傅这次用的是柚子醋跟苹果醋。柚子醋跟苹果醋，还有橄榄油。对。拉么？好，像差不多。他说其实如果醋用1种的话也可以，只是用2种，它的那个风味会比较不一样。对，层次会比较多。好，然后有时这样搅搅的，但是这俩系到俩燃啊，可能会搅润咯。但是其他个油醋这样油，听有讲嘛，油水分离，所以吼俩酱哦，冰电佢咪强浪，等下会分离，所以吼，是的是这，好，一定要找个搅搅的样子。好，好，水滚呢，来杀。好，开始按。等下会强压冰的，唔怕，所以等下。啊，好，你要杀过以后要冰镇嘛？唔是嘞，会3是都唔是嘞。那那个种起来也系冰了面，然后种一只不？好，嘿。好，农家嘅下工啊，还有。收干呢？收干呢？汤河，用落去，用成流起来。好，撒下来一笼，冰到水，好，滚水来冰下去。苹果咧，冰嚟滚水。
蒜子里面有水，好帮伊浸一下，让伊好。好，接下来嘞，师傅爱做爱出来煎你那个乌鱼子乌鱼子哈，恐龙，一共是让落是冰下去做的嘞。让落出下去。好，爱你了了哈，一片来煎，一片是来准备爱你的摆盘，然后爱你的了的，好摆盘来。ที่มีอยู่ได้ดีจะปุ๋ยอะไรเงี้ยค่ะพิซซ่าญี่ปุ่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哎呀，好高级哦！王子为了你看有没有高级？平常我们可是都这样抓着吃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好，เลย好，冷面，先给哈，哦，先给给你哈，冷面哈，不用下去。带哈师傅有准备好的生菜了哈。哈。哇，我已经闻到乌鱼子的香味。係，佢梅頭會甜甜佢，微微薄薄樣嘅咧，係，香梅就出來咧。正好你可以跟我们主厨一起完成嘛，所以你也可以顾一下这一锅。好，呢啲係王子呢挺古嘅烏魚子。嘿，哇，你搞不好就要變成御廚了，趁人家誰幫你走啊？因為撈幾嘅聲音顧好了，好。你開始動就係。都没有快。小心小心。哎，好。哇，香味好香哦。好，香一直傳到。哎，做對了哈。呢部佢很有餘溫，是到一邊嚟咗。不用等之後咧。係，我意思在準備其他嘅東西。當我哋準備好嘅。不用上去。回山啊，那啲嗬，傳到一邊落去。你要用快呀，同志，快呀。係快嘅時候，好嘛？你好多下講嘅，難背用嘅啲啊，讓佢變好多啲聲音，讓頭嘅出來啦。真嘅哈。哎，其實志豪，如果家裡，譬如說有時候要宴客什麼，這一道料理我覺得蠻好的。好，也可以吃到你的烏魚子，又可以展現你的廚藝。係，要做冷嘅時候咧，好，有啲蘋果。蘋果，蘋果不用下去。誒，蘋果可以。其實我做很多做的不用토마토哈，小番茄啦，小番茄。東西要穿做個自家配啊，係啊，應該講配東西是配啲切啲斜斜嘅東西，應該是全部不用斜斜嘅東西樣嘅。好，還有該酸呢，酸呢，酸的不用下。澎湃都有不要穿咧冰涼地嘛，誒。哎，你志豪想講日不一冰就張學紅，你老見全部冰落去。哎，強音還有是強音是，真的，是強音是。志豪那個師傅說烏魚子要大氣一點，對，要放得比蝦子多。其實你烏魚子大氣，你等下準備一杯滿滿的烏魚子給我就可以了。好，弄個醬汁淋上去哈。是，然後調好嘅咧醬啊。其實淋上嘅時候咧，像那些一啲後面記得攪拌一下。好，一桶是淋上去。好好看哦，而且很健康的感觉，对，感觉很健康。又是一道非常華麗的料理，哇！好，按住做得嚟哈，好，這樣子好嘞。來，掉起來同大家講，讓來搶大家食的係乜嘅？烏魚子海鮮天使細麵，來哦。你觉得呢？等一下，谁跟你说你可以这样子说叫他志豪了？启禀王子殿下，先把他拖出去斩。
冰哥啊，冰哥，做暗号的料理，迄无王子了乌鱼子的话，我想应该也强用两三一天来当好神来干杯了。来，哇，太厉害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干杯。讲真的呢，还讲刚才王子说的，在南部啊，就是大家用。就是半片，婚礼的时候这样吃半片的话，一定要搭配你的酱，一定要搭配你的酱，因为是东东有去的时间，你的酱可能是醋的关系，让我们的食欲还有口感变得哈某重要，对啊，然后再搭配这个细面，太厉害了，我自己都要变王子了，怎么办？志豪，你觉得呢？等一下，谁跟你说你可以这样子说叫他治好了？啊，启禀王子殿下，先把他拖出去斩。启禀王子殿下，刚才我们吃了这么好吃的料理，尤其我们这些罗罗都说了一些很好听的话，但是都发自内心。不知道王子殿下您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很好吃。可以跟你们成为一家人，真的很幸运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假借要吃啊？真的假的？你先说说我们这个阿斌师傅把你的乌鱼子这2道菜，虽然是大家很熟悉的炒饭啊，或者是这个很有创意的这个冷面，你觉得这2道菜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雪里红的口感会让人蛮惊艳的。对，它其实就是。有搭配起来，对，那个天使面的话是，除了好吃，然后好看，而且其实是很健康的，因为用了那个橄榄油还有果醋去做调配的酱汁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就是让人很惊艳。天哪，我觉得我的位置要不保了，还好你是王子，我们这种。家家有好食，这种节目我们来就好了，然后你常常来上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带这么好的食材来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棒，也谢谢你为台湾人最爱的食材之一乌鱼子创造了一个这么美好的，可以让我们吃到的，不管是环境啊、口感啊、美味啊、食物，好不好？谢王子陛下，刚还没什么阿宾哥啦，好，你在流汗对不对？没啊。其实王子他刚刚有告诉我，毕竟他们的御厨有很多，他请不起你。他点头，应该打爆破。你有没有吓一跳？进攻了，进攻！导演那边什么东西啦？哈，把人住处，不然你煮俺特别的东西，怎么样？九降风不只有米粉吧？米粉好吃，柿子好吃，还有乌鱼子，好不好？导演啊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先谢谢王子陛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3个一起哈，你就继续做你的王子哦。谢谢王子陛下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，谢谢王子陛下。挺身。我来个位乡亲朋友啊，牛对了乌鱼子怎么讲？乌兰。乌兰，你看这种食材有特别的感觉嘛？有。透过安尼节目，透过安尼主厨也好，也王子也好咧，本日无强用食了乌鱼子的概念还有想法哦。当然啦，要看到无强用的食材呈现不同样的吃法、不同样的面貌，出来准时数看安尼嘎有好食。欢迎各家来主席。长来了哦，谢王子陛下。有很来聊，哎呀，有很来聊。很高兴可以来客家电视台上《家家有好事》的节目。那其实自己只是把家里的一些食材，还有私房菜的料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，可以来这边跟主持人还有主厨学客语，以及不一样的乌鱼子料理方式。那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客家电视台的《家家有好事》哦。